这是咱要来共读上帝话，伫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还有第1章的第8节。第2位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直到伊脱中圣神命令所经的使徒。了后，受记接就天的日，逐项记载伫前一册第3节。伊受害了后，捌用最凭据，伫40天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煞讲论上帝国的事。伊甲因自责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被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所听见的。第5节，因为约翰用水加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第1章第8节，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第2位是伫第2章第1节的所在。第2章第1节，古春节的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伫一个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做过境的厝。第3节，就伫分开的日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日。歇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到圣神的充满，才开喙讲别样的口，是照圣神所受使因讲的。以上，愿上帝祝福伊，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今仔日足欢喜会当邀请咱的前主任牧师裴德贵牧师来传讲信息，题目是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意义，题目是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意义，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平安。真久捌来甲恁见面哈。我逐礼拜拜六，拢有伫7楼，伫因带甲参加伫客语的礼拜，用老母的话客语强会无去吼，所以咱双林教会有一个客语团契、客语的礼拜，逐礼拜拜六，我拢有伫个所在来参加，伫7楼所在。但是礼拜日真少机会甲咱做阵，今仔日特别是伫客家宣教的主日来甲各位来请安。双林教会对客家的宣教非常的关心。无论客家的中会的成立，也是客家真侪的事工，客语的翻译，特别我为着客语的翻译，用26年久，有迄个团契内面来翻译这个圣经上个少年的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牧师麦牧师，甲阮做阵来翻译这客语的圣经伊会诚侪讲客话讲得非常好的一个宣教师。双林教会对客语的宣教有足大的贡献，直到今仔日，咱继续为着客语的教会来奉献。因为客家的教会迄个中会成立了后，因有真拍拼来努力传福音，无几年的中间连续来设立4、5间的教会。然后咱的教会继续为了客家宣教事工来奉献，真感谢，也伫咧所在向各位来说多谢对客家的关心。即马客家的圣经头7摆的翻译已经卖掉即要第2摆出版即马伫做佫校对的中间，继续为着因来祈祷。今仔日大家今仔日要甲最近来思考的题目就是
我圣神降临五旬节的意义。对客家宣教的时阵，讲这题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客家的教会信主的人真少，比率差不多1000个中间只有3个，比咱讲万人话的信徒减真济，所以客家的宣教五旬节降临，圣神的降临。对客家宣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客家到今仔日也是信主的人无多，真需要圣神搁一摆降临伫咱中间。咱在初代教会的时阵，拄开始的时阵，信主的人嘛真少。但是呢，因在天候这个圣神的临到，因为耶稣有应允因圣神来临到伫因的时阵。因为伫迄个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伫到地极，为着主耶稣来做见证。今仔日咱所读圣经内面，果然圣神伫五旬节是临到伫因圣神临到因的时，发生一寡代志，就带来了初代教会大复兴，将福音一直传到今仔全世界。所以今仔日。对客家宣教主日的时阵，伫这较弱小的客家的教会，咱需要来关心。咱关心的中间特别求圣神来临到伫客家的教会，也相信圣神临到伫咱上年教会，互咱加做一个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客家宣教主日到圣神的临到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客家的宣教，少年客家教会真软弱，但是真需要咱来关心。也咱的教会也爱亲像初代教会，叫做人人传福音，叫做复兴的教会。伫遮爱明白这五旬节的圣神临到意义。伫圣经内面，听到所读第1章第1节到第2节，头一项咱明白，耶稣伫世间所做所教示的，咱讲起到圣神的临到的时阵，咱常常受到讲圣神临到一个真奇妙的作为，也是讲方言等等安尼。但是呢，咱搁较要紧的，就是爱亲像初代教会，伊听候圣神临到的时阵。伊的确爱明白耶稣伫世间就所讲的一切，对咱的圣经内面伫个所在，伫讲听好了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直到伫因托中圣神命令所见的使徒了后，收接记接就天的日。逐项记载伫前的册，因受害了后，捌用最的凭据，伫40天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因家己的话是我，所讲上帝国的事。因自执的时阵，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恁过无几日伫圣神来受洗礼。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作者继续所写的一个真要紧的所在。这个所在所讲是真大的，甲以前无共的，就是初代教会少少的人，变做真多的人，变做真复兴的教会。这个是甲圣神降临充满有大的关系。但是呢，要知影圣神的降临的关系，咱要知影，耶稣所教示、所做一切的事。
伫遐所讲所行的讲做代志，啊，甲恁中间所讲的，啊，恁拢会知影。毋那呢，特别耶稣有应允因讲，你毋好离开，恁爱听候啊，耶稣基督所守护恁的圣心，因为因期待耶稣临到时，上帝国会复兴起起来，就满意。但是耶稣甲因讲，恁爱听候圣心，圣心临到伫因的时阵啊，你要得到困难，伫耶路撒冷。伫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为了我做见证。当使徒行传的开始的时阵，罗家就过一摆地甲因讲起有关圣心的代志。啊，因参加组织的时阵，啊，伊讲上帝的国要临到以色列嘛，因甲伊讲啊，时若到。圣心临到，你们得到困难。啊，因就开始伫听候。伊讲你听候，但是你爱知影耶稣基督所行所做一切。信仰毋通有偏，信仰爱有圣心的充满，得到困难，就真奇妙的困难。上帝所做所行的，人所无法度了解的，但是。在根基甲耶稣基督所讲、所行、所做的有密切的关系。啊，耶稣所做的代志，耶稣基督所教示的代志，啊，因爱读、爱知影，伊的传道、伊的教示、伊的医病、伊的赶鬼、伊的拣选学生，因的受洗、因的受试探、受苦难，国啊到就体。拢对咱有一个真深刻的意义，所以信仰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代志，咱爱足详细，爱知影啊，咱毋通有偏见。但是除了知影这一切以外，咱爱有经历的圣心的充满，来得到困难来传福音。咱爱得到困难传福音以前，咱爱知影耶稣所行所做的内容，咱才袂偏差去。才袂叫做异端啊！今仔日对新旧约圣经，咱愈知影愈济愈好。搁一项真要紧就是，咱来确信耶稣基督的国啊！第三节的所在啊，特别甲咱讲起啊。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毋是只有期待，就以轰轰烈烈的英雄，也毋是一个死地，是一个顶面轰轰烈烈。的一个影响，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位国永远未死的救赎主。耶稣定死世界的时阵，虽然真轰轰烈烈，但是学生却是四散失望离开去。什么时阵因会当搁组织呢？就是耶稣国因这学生搁一摆组织做阵啊，来听耶稣基督讲论上帝讲代志。更要紧的就是，伊知影确实看见耶稣基督的国因知影因的救主是我的啊，这是犹太人真正在期待的。所以保罗讲，我捌用所知影一切甲恁传，就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啊，这是救恩的意义啊。第三天国这是得到困难。开始啊，去显现，也一摆用彼得，也一摆向500个人来显现。基督若无国咱所传的是枉然，所信的是枉然。基督无国学生就四散去。但是基督国因就组织都定心得到困难，因佫无惊赢。特别基督国了后，一寡奇妙代志的发生啊。互遐人看见时，迄耶稣基督圣心临到充满因的时阵，因受是圣心的洗，因就开始讲起方言。方言对原文的意思是讲字音啦，像喙齿的音的发音。那这是一个真奇妙的迄个话语啊。但是较要紧的是，这是对上帝来的一个特别语言哈。
圣神充满的时阵，讲亲像天顶有声啊，充满伫因所在的处。咱知影圣神，这里原来伊的意思是亲像风啊，风是有真大气力，是代表一个活命。充满啊，因伫个所在天后圣神的时，果然圣神亲像天顶的风伫顶面降落啊，临到伫因所徛起迄个处。迄个希腊语原文写讲 “plero”，plero 就是一个增加的充满，好亲像果子树啊，内面迄个汁愈来愈济、愈丰富啊，愈长大，会当果子侪的果子来啊，亲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这果子来。同时，许多的改变，用彼得甲约翰来做头啊，勇敢见证耶稣迄个态度，互议会的人讲：哦，因才是咧对耶稣的人。因无学问啊，但是伊所讲的，互因知讲，伊对耶稣，对耶稣就是亲像耶稣的讲论有权柄，亲像耶稣会当加新约、基督啊来见证啊，议会的人认捌，伊就是军队耶稣的人啊，毋是只有学问来，有军队耶稣，有特别能力。对因的心智发出来，也特别因活伫即个所向无敌的团结，有一个牧师叫 J.B. Phillips， 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足普遍的一群人，真侪人以前是生活也无好，当无好，但是伊互圣神充满了后，因受改变啊。变做真特别的，参加伫所向无敌的团结。团结原文的意思 ，fellowship 就是讲交配。啊，我有的我互你，你有的你互我。啊，这叫做团结。啊，菲利普特别讲，初代教会因参加是所向无敌的团结，就是讲无法度讲破去。啊，因虽然拄着真侪困难，因真善向，但是无人会当将因这个团结拍破去、拍散去，啊，这是初代教会迄个团结的生活。所以教会，爱有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讲起耶稣基督的代志。但是教会常时爱必须活出有团结、相听，你听我，我听你，彼此相听，哎，迄款的团结。圣经的充满是，伊讲亲像喙齿的火焰落伫因的心上。伊互圣经充满起来，伊讲 “pray-thou”， 这是讲真底上间受充满，因的耶稣做见证，不但互圣经，外在来鸟关充满伫因的心上，啊，因就有智慧，会讲智慧的语言。也要讲知识的言语、信心、伊比加关联，做先知、辨别这个人讲方言、翻译，为着是服侍，叫咱得利益。因这个讲方言的时阵，就引起真侪人真戆呀，看见因所讲的真奇怪的话，甚至因的动作方，因那亲像酒醉。就是彼得甲约翰跟讲，因毋是酒醉啊，因讲起北国的语言，因听起的是，因看起的迄个方言是字音啦，句子字音，但是呢，因听起是比做因家己的话，因这犹太人对世界逐所在倒转来组织伫迄个所在，因真奇妙，因为彼得约翰因所讲的是，这是字音啦。但是伊听起是才比做因家己的话，像我听起是比做客话，恁听起是比如河洛话，因听起北京话、华语安尼。所以这里
方言的奇妙就是上帝的话，真简单的字音，但是听伊的人，啥比说讲，咱因来讲起阮家己的话，讲阮的话，大家拢听有啦，大家拢听有。真短的时间中间，大家拢听有因讲因家己的因的相谈啦，因家己所讲的话，这是圣经内面就是讲，圣经像么讲字音。咱讲字音，上是讲，字音就是舌音啦，咱强调迄个奇妙的代志。但是咱主要是讲起爱知影，就是讲，因咧讲的是字音，但是因听起的是啥变做，因家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讲什么因拢知影，会人了解，因拢知影讲这使徒所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代志。若听有。因受内面受刺激，为着因以前在定耶稣基督、糟蹋耶稣基督迄个代志，因就悔改，所以呢，因就开始悔改认罪。领洗礼地教有一日有3000个人受洗礼，跪伫耶稣基督名下，经过这团结的生活。但五旬节这里。圣心的灵教，对今仔日客家的教会来讲，真要紧的意义就是，互客家的教会会当开始，也会当得到上帝的权柄的开来，伫讲起耶稣基督的代志。听伊的人拢听有，我看伊讲，这是群体耶稣基督的，因为伊所讲的甲耶稣基督有关系。伊所讲的，佫亲像耶稣基督有关变，因较要紧的，特别是因为了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因就对耶路撒冷，果然，因讲圣经啊临到伫恁的时，你要就开来，对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到撒玛利亚，我要做见证。果然，我是这信徒圣心灵到伫因的时阵，亲像风吹入伫因的所在，互因得到活命叫做有新创作、有关变的信徒，有活命发白的信徒，佫叫做会当传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所讲，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因就开始对耶路撒冷影响耶路撒冷的整个城，它影响了犹太全地，搁到撒玛利亚个外邦的所在，搁到当时亚细亚，伊直到伫当时和以弗所、菲律宾、欧洲的所在，因这是圣经临到的意义啦，信徒活命改变，必须有发办。归来今仔日咱的少年，这个客家宣告的主日意义也就是，希望圣神临到伫这个客家的教会，或者信徒，拢真侪有活命、有权柄、有开来。圣灵，咱伫纪念这代志的时阵，为着这个客家的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也真做有活命、有开来，爱传福音，有权柄传福音，传了够有效果、有意义的教会，复兴的教会。这是五旬节圣神灵教意义。信徒活命改变，毋是马虎信徒，是有活命的，是有见证的，是有圣洁的信徒拢改变因的歹习惯伊有歹的所行，拢来改变。这是使徒这圣神临到伫因的中间的意义啦。所以伫这个客家宣教主义的时阵，也咱为着这个纪念，
为了客家教会来祈祷，也希望客家教会也真做有转变、有改变、有画面、有规律，真做肯宣教、爱宣教，各有转变来宣教的客家的教会，也互咱的教会也真做爱宣教、有规律宣教、有画面、活出耶稣基督画面的信徒。啊，这是五旬节的圣心灵教意义。所以教会毋若是耶稣基信耶稣基督，咱会当得救；咱毋若是听耶稣基督的教示，学耶稣基督的教示，行耶稣基督的代志。相信圣心充满的时阵，咱有迄个官兵甲画面会当行出来。画出迄个画面来，啊！甲以前互人看到，人知讲，这人甲以前无相像，这个人是军队耶稣基督的，毋若是客家的教会，当咱特别为着客家的教会来孝念因，来为着因来祈祷的时阵，互咱的教会也做有画面、有规律、有讲耶稣基督代志，宣讲福音，有规律，行出。迄个好所行亲像马偕博士，一个人来到台湾60年中间起做50-60间的教会到今仔日影响全台湾遮尔大这就是客家宣教主日。为什么爱讲起这个？为什么爱讲起这个圣灵、圣神灵教这个意义呢？因为圣神灵教影响初代教会非常的大，亲像安尼，咱来孝念客家教会亲像圣神灵教伫初代教会，圣神也在灵教伫客家教会，圣神也灵教伫上年的教会，或咱上年的教会，亲像初代教会中间。有一个画面改变，为官兵开来来传福音一日3000个人，毋但迄3000个人了后，因就开始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对极，为了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特别亲像保罗即款的人受感化，会当有真正有学问本来是迫害耶稣基督。比这欢喜为了耶稣基督来迫害，死过去传福音咱的上年教会也是嘛，加做毋若是有制度有学问、有神学的教会，咱的教会也加做宣扬福音、有信心充满的教会。咱今仔日孝念圣神的灵教的日，也孝念客家的教会。希望客家的教会要得到圣神的充满，也希望咱上年的教会得到圣神的充满。三个后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神的感动，找见马偕博士来到台湾，8万以前，台湾对北部开始影响这么多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也建立马偕的教会影响了真大。今仔日，咱伫少年对台湾也有一个族群，叫做客家族群，有真侪人，但是信主的人也真少。咱总会为着爱关心这个代志，就成立了宣教的中会，客家宣教的中会，也设立客家的教会，鼓舞客家的教会。佮特别定一个客家宣教的主日，来唤起全台湾基督教会有信心来充满关心宣教的代志，鼓励宣教的代志，为着客家的教会来祈祷，互因当真做宣教的教会，也互咱真做宣教的教会。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